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1月19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昨天我看股市有很多上市公司公布了业绩快报，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是国企，居然发现巨亏。你比如说，首开股份发布2024年业绩预告，预计2024年实现规模净利润负的75亿到负的95亿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预计出现亏损，主要原因公司竭力收入下降，毛利率下滑。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出现减值迹象，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。还有北辰实业，这都是北京的国企开发商，当然还有其他的都是巨亏。我记得万科是半年报就已经预亏将近100亿，那今年2024年恐怕整个的应该在200亿以上亏损了。这个房企现在终于露出了这个真面目，恐怕全行业都巨亏，连保利第4个季度亏损好像是30多亿吧，虽然全年它还盈利50多亿，但是第4季度已经亏损，所以2025年房地产上市公司这个境地就是这个情况，大家恐怕就有心理准备。这些房企亏损的原因一般都是2点，第一个就是它的毛利率下滑，翻译一下就是降价卖房；第二个原因就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，也就是手上那没有卖掉的房子，手上的物业这些恐怕都要减值，因为它本身价格就跌了，你计价的时候你就得要打折。这几天万科又上了风口浪尖，他的 CEO 祝久胜一会儿抓了一会儿辟谣，这个周末又传出祝久胜被抓，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流言或者传言，让万科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，股债双杀。万科毕竟是行业的标杆，是所谓的三好学生，是模范。万科倒下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团灭的状态，也就是暴雷进入深水区。我们再仔细看一看，你把房企当做一个买房的韭菜房奴，把它们比较一下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韭菜到银行去按揭贷款买那个房子，每个月还按揭贷款，房子就是自己的资产，按揭贷款就是自己的负债。开发商也一样，从银行贷款到去政府那儿买地，买了的地就是资产，贷款就是负债，他又去借钱，又收韭菜的按揭贷款去开发房子，这样开发商的开发的房子它就是资产，这边全部是负债，它跟一个买房的韭菜是一样。那么开发商和韭菜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房价下跌，所以开发商暴雷，同时千千万万个房奴也暴雷。这个没有什么区别的啊。那些房地产开发商那些老板暴雷和韭菜暴雷性质差不多，核心逻辑差不多。刚才说的万科，我今天在网上刷到一个叫扬州涛哥说房这么一个 UP 主，他经历了一个韭菜，就一个房奴卖房，卖的房子就是扬州的万科一个楼盘，有一个女业主买了万科的这个楼盘，4年时间赔了100万，10年的工作白干。大家看视频，全亏光了，也是真正为自己活一次，现在是真的太累了。卖了这套房，就向现在的生活说再见了，内心受到了很多触动。房子刚拿到，竟然就亏了一半。关键还是这么高端的小区，房东来登记的时候一直在哭，房子卖了1分钱都不剩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是房东吗？对的。你好，你好，终于等到你了，我这个腿都蹬麻了。腿都蹬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不想来，因为你家房子也在这里吧？这不是主要原因，你的价格把小区确实拉得太低了，因素的一个矩阵，很漂亮。这个价格已经什么概念了？没办法。真的，生活所迫啊！你卖了之后，相当于首付也没了，现在1分钱都不剩了，这房子就是白买了。是的，全亏光了。行啊，跟我们说一下呗。20年买的吧？是吧？首付60，贷款140。哪一年住进来的？23年吧，23年。刚住了1年多一点。1年多一点。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小区？在顺达路那边上班。西区啊？在西区上班，把房子买在东区啊？当时顺达那边都要2万1平的，实在承受不了。这边当时是买的是多少？稍微价格低一点，1万4左右。之前一直在顺达路那边租房子，不稳定，而且都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所以一直想要有个自己的家，所以后来就买了这边。就买了这边？对。顺达路到这边很远，一个东区一个西区。对，14、15公里的。对啊，平时开车要多长时间？我骑车1个小时。骑车还买什么远？你开车也就算了，就是因为离得远不方便。但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几年还款压力太大，
这些年为了还这个房贷，我每天都要加班到1、2点，再骑1个小时车回家。这么辛苦啊？是的，因为这房贷我一个人的，一个人买的，房贷也一个人还，确实不容易啊。再洗洗弄弄，都要3、4点躺到床上，而且关键也睡不着。1个月还多少钱？1年8万多。天。失去了你，也始终活得一个人孤单，未尝不可。每当我深夜辗转反侧，悲伤就逆流成河。离开你也是一种快乐，没人说一定非爱不可。所以每个月他省吃俭用啊，就是完全没有生活了。所以才想把这个房子出掉的。我一个女孩子嘛，肯定是看重这个万科品质安全一点嘛。当时买的时候，这些硬装都是装好的，这些是你自己配的，也没怎么配啊，是143点几平是吧？143.18吧。42厅2卫，东京分离户型。你看，油烟机、煤气灶全部是方太的，当时卖的蛮火的，石家庄啊。是的。靠在运河边上，客厅也是大宽厅，朝南是2个房间。那2个小猫好漂亮啊！没短，自己一个人就养2年猫。这边是可以打一个储藏柜。对，这边主卧我也一直没有用，我一般都睡在南次卧的。这个房间是你经常睡的是吧？对，我经常睡这边。你看，这边靠在运河边上，SM广场也建好了，十里湾台也发展起来了，万科的物业、万科的品质，双学区。跟你说过了，你亏到100万以上。等于这10年赚的工资全没了。对啊，卖它干嘛呢？毕竟房子还在，对不对？以后不谈怎么样，在扬州还有个家，对吧？但是房贷给我持续的压力，每一天的压力太大了。还是确定要卖啊？确定要卖。真的，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我在路上差一点，我都准备掉头了。我说我不给他拍了，我说我回头再劝劝你。我也能理解你。你现在准备挂多少钱啊？行啊，那现在你既然决定了，那我也不劝你了。那这价跟你说。我现在就一口价。142万啊！我只要够还我的房贷就行了。低于1万了？低于1万，这个小区里面肯定是没有的。卖了这套房，就向现在的生活说再见了。去迎接新的生活，也是真正为自己活一次。现在是真的太累了。唉，所以说现在很多房东卖房都是让我们在不断的反思，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品质生活？是不是必须要有一套房？很多人都是为了一辈子在为房子打拼。是的，我从租房到买房，又到准备去租房，绕了一个弯，内心受到了很多触动，也不劝你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这个视频呢，你好要2天左右时间，这2天之内，你假如说有新的想法，比如说不想卖了，到时候你再跟我说，好吧？我随时跟你沟通啊，行吧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吧？那就感谢你信任啊，好。结合我刚才说的，开发商和韭菜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。这个视频中的这位女生，实际上她就是暴雷了。她现在只希望这个房子卖出去，那个钱能把她剩下的按揭贷款给还上，也就是房子不是她的了，她也不欠银行钱了。她这从2020年买的房到现在，首付每个月的按揭算打了水漂，粗算一下100万没了，10年的这个积蓄付诸东流，这个确实看着让人心酸。千万个像这样的普通人，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对吧？10年就白干。他这还算好的，也就是房子卖掉了，他不欠银行钱了。还有很多在燕郊的、在还金的这些房奴，把房子卖掉，他还欠银行钱。这个女业主哭得很伤心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都是成年人，所有的决策后果都需要自己承担。你没有办法埋怨别人，你也埋怨不了社会。关键你埋怨了社会也没有用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这几年买房的人里面，很多都是佼佼者，都是大厂员工，或正因为他们对未来预期不错，所以他们用的杠杆率比较高。所有这些暴雷的业主大概其都有这么几个特征。第一个，他是高位上车。你看这个女业主在扬州是2020年买房，那时候正好是房价在最高点，而且按揭利率也是最高点，那个时候恐怕5%、6%的利息啊，房价最高点。有很多大厂员工占着自己工资还可以，占着对未来预期不错，总觉得这房价会一路涨，所以他们在杭州、他们在北京、他们在上海、他们在成都买房，闭着眼睛加杠
杠杆，房价只要一涨他就赚钱，把自己套在了山顶上，不幸成为山顶资本。这是第一个，买在了最高点。第二个，贷款太多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说这个女生她一个人住，如果仅仅从住的角度，你根本没必要买这么大。如果一个人住，买个70、80平的完全可以。结果她买了140多平，买了2倍的，结果她又付不起全款，她要贷款，这个是决策失误。这种某种程度上还是带着房价永远要涨，我买的越多，我赚的越多，还是这种思维，杠杆加的太大。如果当时他只买70多平的，恐怕也就70万，根本就没必要有这么大压力，他恐怕贷款都还完了。小马拉大车，杠杆加的太高，对吧？这种盲目投资、盲目买房，这个苦果要自己承担啊。当然，政策也是原因之一。实际上，这个女业主是千万个暴雷的韭菜之一。你说她做错了什么？她也没做错什么，她也是积极向上，她也是为经济做贡献。人家花钱买房，背着房贷，那都是在负重前行。地铁，你坐公交，你享受便利的这种公共设施的时候，都有她的一份。她真的是叫负重前行，结果落得个这么个下场。房产政策变来变去，一会儿房住不炒，一会儿鼓励买2套房、3套房、4套房，这么来回摆，来回折腾。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。所以说我们要量力而行。很多人总是问，现在房子能不能买，什么地方的房子能不能买，这个都是因人而异，就是看你的抗风险能力。我还是说刚才这个女业主，如果她当时只买个70平米的，她现在就没事，她顶多是账面损失，也就是那个房子当时买恐怕就是80万，现在只值40万，那无所谓，这叫账面损失。反正你不卖，那她的房子是值100万、值200万还是值40万，对你影响不大，顶多影响你的心情。所以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，你是刚需房，那也得看你刚到什么程度。你说你就是缺房子，但是还缺钱，那就不叫刚需房，你完全可以租房住。刚需房是什么？就是你手上有钱，对吧？我能全款买房，这种人你可以买，你没有压力，涨了你心情好，跌了你也不在乎。只如早买早享受，只如你贷款买房，其他咕咕巴拉一借钱，完了之后还加杠杆，工作还可能不稳定，这种人你的刚需应该靠租房来解决。这个业主庆幸的是，如果他房子卖掉了，他就不欠银行钱了，无债一身轻，走了一阵子弯路。未来房地产的形势众说纷纭，但是总体上我觉得压力是越来越大，是吧？这个咱们说过很多回。大摩的邢自强说，他说全国新房库存2000万套，二手房挂牌4300万套，整个的要卖掉的续化周期36个月以上，也就是3年。经济学家管涛他说，即便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2-3年时间的调整，目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租金收益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以何种成本获取房产成为收储政策落地过程中绕不开的难题。也就是管涛他委婉的指出，指望着政府收储太难，也是政府把房子拿到手上不是赔钱吗？因为你的租金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政府把这房子收到手你卖不了，因为你的房价收入比太高，租吧你的租金收益率又低，你恐怕连银行的利息都打不平了，你还有管理成本。那政府干这事能不能赔钱？政府如果赔钱，他从哪儿拿钱来赔？如果说政府干这事不能赔钱，那好了，那就得让开发商赔钱。那开发商说我赔钱卖给政府，那我为什么不能赔钱卖给韭菜？政府我7折卖给韭菜也可以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么一算，你就发现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、舍本逐末，非要逼着政府去让他收购这些卖不掉的房子和土地。我们再看看财经网报道的上海一个离奇的案子，说上海老人离世430万和1套房无人继承，堂弟起诉民政局要求继承老人遗产，然后法院判决分其130万元，其余存款和房屋认定无主，收归国有。上海一个老人去世之后，他名下有430万的存款，还有1套房，然后法院认定300万和那套房属于无主财产，收归国有。那你说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呢？按理来说我应该高兴，因为他收归国有，国有全民就有我的份儿，因为我们的大头都在国家那儿，这是魏巍老师说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大头多了400万又加1套房。但是我想大家看了之后恐怕跟我一样也高兴不起来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据上海法制报1月18日报道说，3年前的夏天呢，
徐汇区一小区内一独居老人葛老伯猝死家中。由于葛老伯未曾生育的女儿，也就葛老伯他还有一个女儿呢，老伴以及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均先于葛老伯死亡。在无继承人的情况下，徐汇区民政局作为葛老伯生前所在地民政部门，被法院指定为葛老伯的遗产管理人。然而就在老人去世后不久，葛老伯的堂弟夫妇将徐汇区民政局告上法庭，要求分得葛老伯的全部遗产。堂弟夫妇认为自己属于对老人抚养较多的人，要求分得老人的全部遗产。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根据在案证据，结合两原告对于老人的抚养时间、抚养程度等在案事实，酌情判定两原告分得当时查明的遗产中，除房屋之外的全部遗产总计13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葛老伯的堂弟夫妇向法院起诉徐汇区民政局，然后法院就根据当时实际情况，看葛老伯堂弟夫妇对葛老伯的照顾履行的程度，根据当时时点法院查明的葛老伯名下有一套房，还有130万的现金，当时查明的。然后法院酌情判定两原告分得当时查明的遗产，除房屋之外的全部遗产总计130万，也就是房屋不给你堂弟夫妻俩，那130万的现金给你了。在拿到这130万现金以后，堂弟夫妇又发现老人名下还有一笔300万元的存款，又查明一笔财产，这个夫妇俩另行起诉，要求分这部分遗产。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在前期判决中，两原告分得的遗产数额与其照顾程度相适应，最终驳回了其再次继承这笔遗产的请求。该案承办法官表示，据悉，在这两起案件先后判决生效后，徐汇区民政局就葛老伯身后留下房屋以及300万元存款，分别向法院提起申请，认定为无主财产。法官称，目前涉房屋的认领公告公示期已满1年，无人认领。本院近日作出终审判决，认定其为无主财产，经拍卖变卖后所得收归国家所有。涉及300万元存款的这部分财产，现在仍在公示期。你说全部充公，这个还真是牛马呀，韭菜。生前刚为孺子牛，对吧？死了之后财产充公。首先这老头还挺有钱的，居然这个他现金有430万，在上海一套房。你说这老头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谁忙呢？你说这老头430万恐怕也不是一笔财富就到他头上了，恐怕也是长年累月省吃俭用，馒头加榨菜。那你说你存了这430万到底是干什么呢？意义在哪里？养老的时候国家可没管你，自己养老，堂弟夫妇偶尔来照顾一下，估计也就这样啊，顶多把他请个保姆。养老的时候国家到底做了什么不太清楚，但是最后这个钱国家说你这个堂弟夫妇你们俩做的那点事儿就值130万。那问题是那国家做啥了？人家做事了分130万，没做的剩下全拿，房子加300万。就是说这个逻辑你要从何论起呢？从哪儿说起？有网友说要多宣传这个新闻，目的是为了刺激老年人消费。你把这钱存着干啥？赶紧花，两眼一闭正好钱没了，人和钱同时没了，这是最好。两眼一睁钱没了人还在，痛苦就来了。所以说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花花，要及时行乐啊。最近网上比较流行丁克一族，年轻人结了婚也不打算要孩子，那这个新闻说白了就有一定的这个叫借鉴意义。养老的时候可不一定有人管你，但是你的财产最后是要充公的，所以你省吃俭用，你还不如就是400多万呢，你买套好点的房子，改善生活，反正最后可能都要充公，你把它存在那儿，最后便宜了谁呢？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